此刻，华妃紧张又担心地看向皇上，她生怕龙颜大怒让大哥办理了退休，谁让大哥嚣张起来比自己还要猛。臣面前这道面膜鸭子好似不错，那就有劳苏公公。此言一出，华妃马上就想离开户口本。莫非人间太卷大哥想要躺平，而年羹尧无疑是在刷着死亡副本。原来华妃因为诈骗成了失信人员，可年羹尧却在西北打了几个漂亮仗，因此皇上不仅对华妃解除了限制，还特意邀请她和年羹尧共进午餐。本来兄妹2年不见，应该好好叙旧，怎料年羹尧却偏偏居功自傲，完全忘记皇上才是命运的主宰。幸亏皇上闻名从不和莽夫一般见识，他还疼爱地对年羹尧表示，如果这些菜不合口味，咱们就点外卖。此时年羹尧站起来谢恩毫无问题，可接下来皇上赐他一盘羊肉，他非但没有谢恩，还直接夹起筷子大口朵颐，吓得华妃都想和年羹尧滴血认亲。万一有概率他不是亲哥哥该有多好。虽然年羹尧的举动触碰到了逆鳞，但皇上还需要他替自己荡清西北。可年羹尧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，他并没有对皇上的大度做出任何回应，这下可就让皇上感到了一丝不悦。不过老四还是给双方都铺垫了台阶，他说这是家宴，不用在乎君臣之礼。然而后面的4个字，皇上却说得清清楚楚。此刻华妃更是紧盯着皇上，他知道老四最在意的是君臣有别，如果放松警惕，他真怕皇上放暗器。随后公公们又端来了一些菜品，没想到年羹尧竟向皇上提出一个很过分的要求，他说和苏公公一见如故，希望皇上让他过来伺候自己。华妃听到这番言语顿时傻眼，苏公公从小就跟着皇上鞍前马后，就连太后都对苏公公客气有加。想到这里，华妃一阵后背发凉。当皇上看到年羹尧很享受的样子，他气得当场就把碗里的菜扔了出去。估计此时的华妃都在盘算何处的目的更有性价比。所谓天堂有路他不走，非要闯入奈何桥。相信皇上这时已经动了杀伐之心，而年羹尧浑然不知西方的航班已经开启。但皇上知道此时绝不是动手的时候，所以老四转念一想，便说刚登位不久，无论在西北还是朝廷，都需大舅哥帮衬。你用15日的时间，一举击溃了罗卜藏丹津，为朕安定西北，威震西陲，可算是朕的恩人。年羹尧听闻此话，立刻跪下谢恩。看似皇上夸赞他，实则在敲打对方。此刻有一首歌刚好表达朕对你的期望。知道皇上很暧昧地对年羹尧表达了器重，华妃那颗悬着的心这才稍微落地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之后，皇上单独召见年羹尧，又给他开了小灶。你与朕在外是君臣，在内是亲戚，你我君臣定要做一对千古榜样人物才好啊！皇上这张大饼着实让年羹尧菊花一紧，没想到老板这话说的让人热血沸腾，哪怕加班不要工资都干劲十足，这不就是古人常说的盛世明君吗？出门之后，华妃心有余悸地叮嘱大哥，千万要改一改脾气，可不能再这般嚣张。曾经你在拥邸和皇上说什么都可以，但如今他是杀伐果断的95至尊。但可惜的是，年羹尧没有听妹妹的话，于是在雍正的第3年，他就被皇上按上数条罪名离开了群众，而皇上也是相当郁闷，他们兄妹简直让人恶心想吐，还是甄嬛让人感到轻松自在，因此他赏给甄嬛一双价值连城的绣花鞋。当然华妃得知后肯定不会让对手穿得舒服，还有那样一双鞋子，再配这样一身衣裳，才显得是皇上心尖上。